小朋友同大朋友，你哋好啊！今日福音講到，耶穌入咗耶里哥城，行過條街嘅時候，有一個叫匝凱嘅人，佢係做稅吏嘅，仲係個大財主。匝凱好想睇下耶穌係邊個，不過佢個人細粒，又好多人圍住耶穌，佢點都睇唔到。於是佢就跑前啲，爬上一支野桑樹，想喺上面望清楚啲。耶穌行到樹下，抬頭一望就同佢講：匝凱，快啲落嚟啦，因為今日我一定要去你屋企。匝凱即刻好開心咁落嚟招呼耶穌，但啲人見到就喺度講：吓，佢竟然試去個罪人屋企。匝凱就企起身同耶穌講：主啊，我而家決定將一半財產分俾窮人，如果我呃個人，我會還4倍。耶穌就話：今日救恩臨到呢一個家庭，因為佢都係亞巴郎嘅子孫，人子嚟係為咗揾翻同拯救迷失咗嘅人。小朋友，你有冇試過好想見一個人，但點都見唔到啊？匝凱就係咁啦，佢唔高，又俾人阻住，但佢冇放棄，仲肯爬上樹添。Stephen 仔覺得最勁嘅唔係佢爬樹，而係耶穌一早已經見到佢。就算匝凱做過唔好嘅事，就算其他人唔中意佢，耶穌都主動同佢講：我想去你屋企。耶穌唔係等人變好變乖先愛佢，係因為被愛，匝凱先願意改變，好感動啊！今次將臨期第2周，我哋準備迎接耶穌誕生。耶穌今日都可能望住我哋，輕輕叫我個名。問題係，我會唔會好似匝凱咁肯落嚟呢？放低自己嘅驕傲、壞習慣同埋唔想改過嘅地方。今日又係香港聖母無原罪主教座堂祝聖紀念日，座堂就好似一個大嘅屋企，提醒我哋教會永遠歡迎每一個想重新開始嘅人㗎。主耶穌，多謝你主動行近我，就算我唔完美，你都願意走入我嘅生命。求你俾我一個好似匝凱嘅心，肯跟隨，肯改過，肯分享，肯回應你嘅愛。亦求你祝福香港聖母無原罪主教座堂，讓呢個家繼續成為引領人遇見你、重新得到力量嘅地方。阿們。